五峰科技大学最近正咧举办艺术创作甲激头脑的活动，邀请百外位劳工子来体验。现场嘛发表20件学生设计的教具。时大甲囡仔做伙耍刀仔耍，闹热气氛，互时大感觉真欢喜。家己县五峰科技大学为着要互学生体验大间共融的社会责任，邀请4间幼儿园的囡仔甲4间日时照顾据点的时大，体验艺术创作甲激头壳的活动。我是独居老人嘛，在家里，就是好像比较纳闷，一出来好像精神比较好。好久没有跟不同城市的年龄的同学、小孩子一起同乐，所以很兴奋。除了青年共融的活动，现场还有学生甲社区设计规划共融教具的成果展示。五峰科技大学表示，大间的活动拢是学生来规划甲执行，共融教具的设计嘛是互人感觉真有创意。我们有鱼菜共生的概念啊，还有以及树概念，我们把两者结合在一起，让小朋友可以透过去玩一个教具而获得2种概念。你如果在家里的时候，可能会需要一个媒介去让他们一起互动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让他们互动的东西。教具的设计成果有厂商来现场了解，嘛甲学生讨论设计的观念甲技术。计划团队指出，希望透过深度的活动，互有亲临3种无同年岁的人互相合适，嘛增加产业界甲学界的合作，替大间共融的趋势打基础。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。